珠海香洲區北朗詩新城全新家推二期啊！嗱，60零萬可以買到精裝3房，70零萬買到精裝4房啊！首期4萬輕鬆上車啊！一期已經全部交付咗，依家全新家推二期咧，實景已經園林已經整好晒噶啦。嗱，10零分鐘可以享受珠海嘅配套，可以去到我哋三毛超市啊、華發裝兜啊，交通上非常便利嘅，自帶香港直通巴，個零鐘咧可以翻到我哋香港太子荃灣旺角，交通上亦都非常便利嘅。大家睇下呢個大門似唔似7000蚊一個交付標準咧？咁我哋依家即刻上去睇下示範單位。咁依家上到我哋108方嘅4房單位啊，總價只需70零萬就可以攞低啦，精裝交付啊，所見即所得。我哋睇下入到門右手邊第一間房。第一間房咧可以做成一個雜物房或者 BB 房 OK 嘅。咁我哋睇下左手邊一個開放式嘅廚房，嗱，U 型嘅設計夠晒闊落啦。咁我哋睇翻右手邊嘅我哋公共位置啦，公共衛生間咧都做咗3段式嘅一個設計，乾濕分離都做好埋嘅。咁我哋睇下呢個大橫廳，你中唔中意啊？哇，成個空間感非常之闊落嘅。咁我哋再睇翻咧第二間房啦，第二間房咧可以喺度做個私房，喺度飲下茶冇問題嘅。咁我哋再睇翻咧第三間房，第三間房放個尾8大床，3邊6床位，完全冇問題啊！最尾睇翻我哋主人大套間啦，一入到嚟擺個2米大床，3邊6床位冇問題噶。呢個衣櫃你睇下，你中唔中意啊？咩靚衫都擺得落啦，帶埋套廁嘅，乾濕分離都係交付標準啊！依家講緊4萬首期就可以輕鬆上車呢個108方嘅4房單位啊，帶埋精裝修嘅，10零分鐘就可以去到珠海嘅三毛啊、華發裝兜啊，10零分鐘我仲可以去到我哋人工島嘅，交通上非常便利嘅。中意呢個屋苑朋友快啲 call 聽我帶你過嚟呢度執翻間啦！